中国共产党。现场邀请到了成都景外中心的网红购装队、昨日茶某购装队，大家欢迎。都来看来了啊，都来看他们。
少这了。对，这个。
嘉宾们，让我们稍作休息。接下来我们隆重邀请成都罗马网红锅庄队、欢舞夏卓林锅庄团队、国籍、港七、卓达拉姆3位老师给大家献上锅庄。
好的，我们卓热茶姆嘉宾们想再给大家带来一首舞蹈，我们欢迎。1舞吗？是龙青的吗？
准备跳一舞。
打这个。继续，抓紧，快点！
好热闹啊，真的是。他们太热情了。
又卡死，这咋回事？这个软件，哎，咋回事？这咋回事？重新换个软件。
Sungai,
跳完了吗？应该坐凳子了。啊，都完了好像。跳完了，再回酒店。今天比较热了哈，跳的很啊，那个兴趣很高，兴致很高，跳得很好，人好多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去看不结果？回去了你就结果。结束了啊。他是我们现在不知道，等会儿给你。他是以前的会员吗？对，叫什么名字？叫战地啊什么？战地，战地，原来在成都吗？在成都境外吗？啊，战地。这是以前老队员。原地小就可以，原地小。爸爸拍个照片，兄弟们站一看一下嘛，兄弟们看。不手都酸了。宝贝，一起照一下。啥宝贝？好。拍一张就好。大家拍个合影嘛。打个灯吧。老总。战地。老总。到上面走到站到交一下厕所，想囤的时候。怎么写都是拍照这个的，忘记。老总，俺来去做法自己。来。我可以请。妈要么的就走开了。啊，那我的空的打。
这样吗？这样吗？我再往后退一下，哎呀，你这个咋一起的？哪个啊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啊，给我们来陪着走。加上一个。来，等一下。1、2、3，茄子。拍个视频啊，拍个视频，拍个视频，然后我们再往后退，大家再往后退，好吧？然后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这个前面灯子那边，这样我们那这样我们拿一排板凳过来吧，大家前面坐一排，然后后面站一排。拿一排凳子嘛，拿几个凳子，前面坐一排，后面站一排。太长了。拿5、6个凳子就够了。拿几个凳子？女生坐前面嘛。拿几个凳子好一点，就窄一点，可以。这个我一边给你拍了，说其实都怎么样来，啊？女生坐前面。这边。还有再拿。别嘛，快速！谁为我一种好谁？不要攻击我。好了，男生站后面，这边来几个，这边。去了拥挤，明天还有。哎，那个王琦，那边吧，等一下。1、2、3。这边看这边。拍视频啊，喊一下多少长吗？啊。我怎么看过那么玩的？习惯了3斤。稍等一下。来看这里啊，看这里。好，来3、2、1，好，来再拍个视频啊。对，喊一下多少长毛啊。好，来3、2、1，来3、2、1，灼热长毛来。对，你重新来吧，王哥，就是那个视频那个。说3、2、1，我们大家一起喊，就是超好。别这个旁边还就是抓了照片啊。第二个加码的。好的，来3、2、1，灼热长毛。OK， 可以了。人气。这是谁的？叫他名字叫国王了，叫啥？我要等他叫他等一下是。他是以前老队员嘛，在境外面就没有走了。但是你过了吗？你要么小了呢？老了。在这边。哎，你好，你名字怎么写？占地方的这么有序。我抖音吗？对啊，抖音加的。抖音是等一下。哎呀，这不知道名字怎么写。占地。就第一个吗？对。哦，好的。我以前就那点车，现在就中文名字叫你们有吗？叫占地。叫占地。是战争的战吗？战。占地方面积。占地面积的。地是那个地方面积。好的。等一会我把它加进去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名字怎么写，问一下。
往走，再见。哦，对，以前我刷过的他。走的。火影的。那个给我拿一下吧。我呀。Ja, Gerrit, kom,放一个。下一个。哎呀，有。啊，没事的。可以，好。可以了。那边还在火影。那边还在火影吗？战地是以前的队员，他是在境外战地，就是之前那个比较高的那个，就叫战地嘛。他已经在境外，然后被这边。他在境外应该有境外，我们最开始去那个时候18个人没有他。就是能在我们这边。他们还玩游戏哦，就是。走吧，我们走吧，我回去了。结束了，你还在那个在直播，一直在直播。我那个软件，那个刚刚只那个软件只一下卡死，今天中午卡死太烫了。真的，那天我又换另外一个软件。3个团长说，就是其实真的有些时候啊，我们在那需要很多人做自媒体做宣传，就光靠自己呀，或者是自己拍也不行，也离不开街拍，也离不开所有对啊，做直播的平台。对啊。大家在一起，现在越来越好。对，越来越好。真的。我们团队能做到现在发展还是很快啊！在全国都很有名的，很有名的，很有名，而且发展的很快。对。明天拥挤来了，晚上还更热闹一些。对，明天拥挤老师来了。9点钟才上。下班，哪都是那个装修厂商，对吧？你明天后天回去吗？对。不好意思，东西搞了，我的包包，我有个包包，我靠，我的包包没拿。不好意思，我靠，我还没想起我包包呀。我背包，我三脚架。哦，在这儿，我靠，真的一下完全没想起来，支架谁的东西还没拿，这是谁的？反正我包包锁了，然后支架也三脚架也是，还有我就直接跟他走了，又狗啊！哎，谁的支架呢？没想也是团队的。说怎么回事？还是说怎么一声缺声怎么回事？这个支架是谁的？这个支架。哎，拿上都一起拿上吧。反正那边拿了之后，明天再拿过来就完了嘛。不知道是谁的。直播支架。那边在套圈圈，然后是那个游戏。
这城里面要出来噻。